即马年就要到啊，国父纪念馆甲中华民国书协会合作，1月初7办写春联的活动，现场有30多个为各地来写大字的团体，要用这个春仔花，互民众新年祝福。财神到！财神爷出来跳家馆，佮发糖啊，互在场的观众真有过年的气氛。台北国父纪念馆参中华民国书协会合作，初7举办写春联的活动，唔但邀请贵宾合作写一副对联，佮有书法家亲笔画一只兔仔，希望兔仔年风调雨顺。新年的第一个动作大概就是要贴春联，那么所以我当时啊，我们就想用写春联来推动书法。那这一招呢，果然见效啊！一港国父纪念馆两边走马龙看过去，拢是红纸甲乌白。30个来自各地头的书法团体来这摆摊写春联，嘛将喜气送予经过民众。那其实我住在国外蛮久的，我就一直想要，每次看到台湾有在那个新春徽末，我都很想要回来。可是呢，当然因为疫情的问题，我就一阵子没有回来过了。对，所以今天刚好碰巧遇到，很开心。写书法吼，我们手脚脑都要用得到，用得到，所以讲大家吼比较较年纪大，也讲大家骹手拢抑阁真好。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生致辞嘛特别讲到，新年了后，两边就是台湾灯会。国父纪念馆是中央展区，目前等待施工，1个月后就会展现上光辉的面貌。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。